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8月15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7月份虽然媒体宣传的这个楼市没有以前那么火热，但是上海的二手房还是不错的，就跟去年同比又是创新高。北京呢，似乎是到了这个荣枯线以下，但是也还不错，没那么惨。媒体报道的看似乎这个楼市还行。然后很多中介对吧，炒房的就在那儿鼓噪，说这个楼市回暖了，再不买来不及了。但是最近你看昨天央行公布的数字那是给了这些唱多的人一个耳光，或者是迎头浇了一盆凉水。可以说央行公布的这个数字就预示着楼市最冷的信号出现了。2020年7月金融数据出炉，楼市最冷信号出现，数字让楼市彻底清醒。什么数字新增人民币贷款多少负的3400亿，创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就是7月份人民币贷款是负的3400亿，减少没有人加杠杆，加不起了。前7个月就1月到7月加到一起，整个居民中长期贷款只增加了1010亿。去年1月到7月呢是多少？去年1月到7月是增加 1.06 万亿，今年1到7月只剩下个零头，只有1000亿了。居民中长期贷款大家都知道什么东西吧？那就是咱们买房子按揭贷款，同比暴跌 90%。 所以这个7月份它已经不是降温，它实际上是冰封冰河季实际上你看从1月、2月、3月、4月一路下滑，7月份是加速下滑，90%的跌幅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年1月到7月加到一起，跟去年比这个中长期贷款暴跌 90%，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第一，新房没人买，就没人按揭买房，即便买房也是想全款，或者是对吧提高首付。如果大家买房都是提高首付，所以说那你说我们出的那些政策，这是降低首付有什么用呢？你把首付降低了，你加杠杆，但是老百姓他不认可他不加呀。所以说你那个降低首付其实不起作用起不了什么大作用。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对不对？大家都不愿意贷款买房，即便买都是全款或者尽量是高首付。第二个呢，存量房的业主，就是你5年前贷款买的，3年前贷款买的这些人，或者还按揭贷款还没还完的这些人，都在勒紧裤腰带玩命的还按揭贷款，对吧？这提前往里还，导致那个在减少嘛。如果光看7月份7月份居民中长期贷款它是下降1200亿，也就是7月份你从银行看的这整个的大家都在还按揭贷款，说明什么？银行房贷数据出现共识收缩不是还不起，是不想借。同理7月份居民存款减少6300亿，那这6300亿少哪儿去了呢？存款少了那很显然呢，有一部分它就还到这个按揭贷款里面去了，对吧？你看按揭贷款这边同步在减少嘛，居民的存款也减少，那就有一部分是还了按揭贷款，就是大家勒紧裤腰带，钱不往银行存了，直接就还按揭贷款，按揭贷款就少了，存款也少了，对不对？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当然了，也有一部分钱那可能去了理财就是低风险的那些理财产品甚至有一部分恐怕还进了股市，这个都不排除因为这个存款少了6500亿嘛，7月份。因为现在银行利息是一降再降，是吧？有的很多人存银行的就觉得吃亏。说到这个存款我就多说几句今天我看有个人留言评论这个确实让我生气他说叔早期一直倡导有钱人就要拿钱出来买1线城市豪宅保值，结果打脸啪啪的。这个人是个英文名字也不知道什么人 UHVYGCTFX 杠 V3I 不知道什么意思打脸打得啪啪的。其实打脸很正常，对吧？但是
这个事情上面说打脸，那有点冤枉。所以我给他留言啊，我说让他，因为我的有晚上视频一个都没删，我说你给我找出来，我哪个节目说的建议大家去一线买豪宅，找不出来我就做节目骂他一天啊，专门做一期节目骂他，这种傻叉张口就来。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对不对？我反复说什么，咱们要存银行，但是有人的钱多啊，对吧？你他妈的20万、10万的，你对吧？你都掏不出来。有人家有2000万、3000万，那怎么办呢？对吧？我说咱们还有前提啊，就是他也不愿意走，不愿意提桶跑路，不愿意混绿票子走，他要在这待着。那你说这人怎么办？人家有2000万、3000万现金，或者1000万现金，怎么办呢？这个傻逼玩意，他听话都听不懂，对吧？你手上就3、5万，甚至他妈是负的，对吧？没钱，你来听这节目干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个缺心眼儿。我说的吧，如果你手上现金都上1000万的，那你怎么办呢？你是每个银行存50万是吗？那你要存20个银行，50个银行，你知道吗？对吧？你要2000万，你就得存40个银行，你的账户管得过来吗？这个傻逼玩意，这不听得懂话吗？那你怎么办呢？对吧？你有这么多钱，你就要讲究配置，而不是说全部存银行。我们小韭菜，你身上只有个180万的，你就存银行就完了，对吧？如果你一旦超过500万，那怎么办呢？你现金超过这么多，你要留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呢？超过500万，你就要讲究配置，对吧？你要该怎么处理？你手上如果2000万，那你全存银行，你怎么存呢？啊，有人说去买什么海外的红绿市场，那都犯法。这咱们这个节目是不会教你去犯法的，啊，是什么去？你又不愿意出国，对不对？不愿意走，那你这钱怎么办？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你就得去北京、上海买这种好出租的房子，对吧？我当时都说得很清楚，你不要去贷款买，你手上有钱呢，你买一套完事出租，有现金流，你把房子一放那儿，至于房子值多少钱不重要，它是值1000万，它是你500万买的，它涨到1000万了，还是跌到200万不重要啊？对你来说，反正你这钱也不花。你就放在那儿，你只花每个月到账的那1万块钱的房租，那是你的现金流。你个傻逼玩意，听得懂吗？个缺心眼的。我知道咱们做节目有很多人呐，他根本他脑子，对吧？人跟人不一样，确实。但是你要差成这样，你差你不要紧的，你不要上来血口喷人，胡说八道，张口就来。我也知道，对吧？你一个班上50个学生，老师都是一样的讲的，有的人他就是考0分，考8分。有的人不用听得考100分，考满分，人跟人是不一样，是不一样。但是你懂不了，你别上来就血口喷人，对吧？这脑子是被你爸怼坏了吧，或者被你隔壁王叔叔怼坏了，怼得不灵光啊！我从来没有人让你去买什么豪宅啊，那玩意儿你买得起吗？问题是啊，对吧？你买5000万、1个亿的豪宅的，你跑来听我节目啊？你有时间啊？那么闲啊？对吧？咱们这个节目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啊？不至于富到那个程度。我做的节目啊，关于房地产这个，我一直强调什么？不要贷款去买，不要加杠杆买。如果你有钱你就买，对吧？买了就是享受。哎，你买了之后，你全款买的房，500万买的，现在跌到300万，你全款你怕什么呢？你不要天天去中间的打听说我这房子多少钱了？哎，你这房子涨到700万了，你就多吃2碗。跌到300万你就吃不下，你不是有病吗？你活着干什么呢？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就有这种缺心眼的。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啊，我在做自媒体之前，我说实话根本就不知道北京的房价。虽然我在北京有几套房，我也从来不问这个中介说我那房子值多少钱，根本就搞不清。因为你不用关心啊，对吧？你又不用还按揭贷款，你什么？你就是住就完了，完了那房子不住的房子出租就完了，根本就不关心房价。那我现在为什么关心房价？是因为现在做节目，天天看啊，通过房价走势了解经济情况。从我个人来说啊，我根本就不关心房价，对吧？我那房子如果最早卖的时候，就按北京最高点卖，和我现在啊这个价格，估计至少差了1倍，跌50%肯定是有的。那你天天这么想，那你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还过日子吗？
啊，你天天想着我最高点我把它卖了就好了啊，现在最低点我再买进去，我就买2套，对吧？你这时候不切实际的想法，是不是内耗？叫对我来说，我只需要他每个月给我提供现金流，就是租金，对吧？只要能租出去，对我来说就是合理的。我把那房子卖掉，我现在回了钱，我干什么？我要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呢？我准备干什么？进红绿市场是吗？买黄金是吗？所以说，这些人你都没有资格来讨论这些东西，对吧？你都不知道配置是什么意思，就你那三瓜两枣的，说不好听点了，不是我寒碜你，你都没有资格听我的节目，对吧？你连个会员你都不愿意买，他没有想过啊，他连200万他都没有。你想想，如果你有200万，你一个银行存50万也挺费劲的，你要找4个银行去存，对吧？你要是500万的，你就10个银行去存，你累不累啊？你1000万的2000万呢？国有行就6大国有行，一个行50万，你就只能存300万，然后你再12个还是10几个18个股份制银行，你再去存，股份制银行都有点不安全了，不保险啊。这个是我题外话啊，就这个缺心眼的。当然了，这种缺心眼的不是这一个，还有一些缺心眼的，哎，对吧？我建议啊，你拿你的现金的一小部分，对吧？1/4，你不会用到，那这个钱你就要配置，对吧？配置什么呢？配置绿票子。为什么？这叫配置。有的人拿1/2配置，有的人拿1/3，但是我建议啊1/4，那我就是这么干的。为什么？为什么在会员节目里有？这叫配置。那有人就说了，哎呀，现在你看啊，现在跌到多少？6.5块，你不知道配置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让你发财，对吧？它是让你出现什么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啊轻松度过。红票子现在越来越强，这是好事，但是啊，保不齐什么时候它突然又不行了，甚至跟伊朗的里亚尔一样，跟阿根廷的比索一样，是不是啊？那你怎么办呢？当然了，你说你手上就是10来万20万的就算了，对吧？别扯这配置，你跟配置没关系。哎，就像那个我说社保一样啊，对吧？社保这玩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我都说了，对吧？你除非你想出去啊，那你就别提了。你只要不想出去的，想待在这儿的，那你，对吧？你解决了温饱，一定要交社保。然后你连饭都吃不上的，就别提社保的事了。对吧？你得顾眼前啊！如果你饭吃了，哎，你还有余钱，你手头啊，那就应该去交社保。但是好多人理解不了，对吧？那你怎么说他都理解不了，那有什么办法？这个社保比你存银行的那50万还要保险，还怎么跟你说呢？所以咱们还要说回了啊，这个楼市啊，现在就这么个情况，大家不愿意贷款去买房，对吧？我也一直建议是吧？如果你没有钱，你贷款买房加杠杆买房，现在没有必要，你也不如租房住，对吧？实际上我们很难判断啊，这个房子它是涨还是跌到哪儿，我们只能说大概啊，它还要跌。为什么呢？哎，人口在减少，我们这个收入好像没怎么涨，那这个情况下它恐怕还要跌，它涨肯定涨不上去啊，房价要跌，但是跌到哪儿谁也不知道啊。实际上刚才说的这些人啊，他就适合去听那些什么。那些什么理财的啊，那些什么，对吧？去割韭菜啊，裤衩子割掉就比较好，因为他智商不够啊，说什么他也听不懂。所以我们一直说啊，你钱不够，你对吧？不要加杠杆买房，因为你一旦贷款了，你30年或者20年，你想想，你现在稳定工作，你没有20年的工作给你，对吧？更没有30年的工作给你，你中间万一失业，你怎么办？啊，但是你有钱，对不对？你手上有300万，那房子200万，或者你手上有300万，那房子也是300万，你为啥不买呢？你赚钱不就是让自己过得舒畅吗？你那钱还能带走是吗？是你到时候烧成灰了，钱你还能带到阴曹地府去花是吗？所以说啊，你钱够对吧？你就跟着个人实际情况，要消费的眼光看待。我告诉你，就这么说啊，我天天说消费的眼光看待买房，照样人听不懂。这个傻逼玩意就是类似这种人啊。所以我这个节目啊，我这个人我也从不，对吧？避讳，也从不掩盖自己。我就是一本蠢货，最好不要来我这看，没必要。你看我这是干啥呢？
对吧？你爱去哪儿看去哪儿看嘛，咱这节目，对吧？又不是要多少粉丝啊，无所谓的，对吧？蠢不拉几的最好是，对吧？出门左转啊，或者右转也行，爱去哪儿去哪儿看，不要丢人现眼。这个科尔瑞数据显示啊，Top 100房企7月单月就是7月这个月销售操盘金额1750亿元，同比下降17%，也就是新房啊，7月份下降了17%，1750亿什么概念？前100家房企7个月7月份呢卖的钱还顶不上啊2021年恒大加万科一个月的，这2家公司一个月就超过1700亿。现在100家企业加到一起才1700亿，你说现在什么行情？跟去年比同比下降17%，跟6月份比呢就是环比啊下降45%。那也就是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些房企它日子好得了吗？它房子卖不掉，对不对？房子卖不掉，所以说这些房企现在遇到的困难它也解决不了，雷啊在往后这个延。那你说万科为什么越来越难？你房子卖不掉啊，你房子卖不掉，政府的地就卖不掉。所以别看二手房啊好像看着还可以，实际上那都是韭菜的自娱自乐。这个每日经济新闻啊，它有个报道叫认购率超400，触发积分日光，8月上海郊区出现多个热销红盘。你说这玩意你天天这么报道，那央行的数据它不支持啊，央行的数据都是打脸，那你说对吧？这媒体也是没皮没脸呐。说近日啊，说上海楼市的金九银十愈发值得期待。近日，绿城、上海什么项羽金茂、宝业一大堆，反正项目名字挺那啥的啊，先后触发积分认购率415、400和270，就什么意思啊？就是4倍和2.7倍，一套房子4个人抢，你不是？其中绿城上海瑞228套房源开盘售罄，这3个项目甚至并不在上海市中心，而是位于外环甚至5大新城之一的嘉定。近期新盘频现的超高认购率与触发积分摇号制现象，令市场对金九银十充满期待。据普瑞数据统计，刚刚过去的7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积44万平方米，虽环比减少15%，但同比增长了5%。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上涨14%，今年以来累计成交面积同比上涨13%。为何近郊甚至远郊项目能够在传统淡季创下超高认购率？对此，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通过微信对美金记者分析称，中心城区之外也存在大量好房子的需求。对于购房人而言，在生活半径范围内买到好房子才是最佳选择。记者曾在走访中发现啊，上述楼市这个项目啊，离地铁站100余米，就是很近呗，挨着地铁。从地铁上看，750米、660米，这也不近呐，对吧？一站地啊。除了稀缺地铁盘特点外，有些项目啊，什么3.5代台版低密社区，搭载金茂分户式5输科技系统，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说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当前外围区域产品冷热分化非常明显，能够热销意味着产品本身在区域竞争中处于降维打击的地位，而这些项目往往都有鲜明的优势，没有长板。普通新房项目销售情况则非常一般。龙文熙强调啊，实际上也是莫名其妙啊，什么上海郊区228套房开盘卖光，又是营销吧，任你怎么吹啊，这个央行的数据啊，它冰冷无情啊，不支持，对吧？这些吹嘘的啊，现在老百姓都已经明白了啊，捂紧钱袋子，勒紧裤腰带，绝大多数普通人呢，已经不再增加新的债务，也就不新增债务，不会加杠杆，人现在都在去杠杆，想办法还债。前些年买房超前消费加杠杆上车的这批人，当下唯一的主线任务就剩一个任务，就是还债，对吧？怎么还债呀？他收入没涨，收入涨多难，对不对？收入没涨，他要还债，那只能是勒紧裤腰带，降消费，
缩减开支，对吧？通过从牙缝里抠来还债，所以就会导致消费它也往下降啊，是吧？所以说这一切你看啊，就串起来了。手里没房贷的，没有各类负债的人，也攥紧现金观望，不盲目进场创业买房，重仓理财，静静等待确定性更高的机会落地。这个说的就是咱们的观众啊，就是我天天这个阐述的就是这种手里没有房贷啊，没有各类负债，手里是现金，对吧？那现金就存在工行，不盲目进场创业，也不去理财，这是干什么呢？这不是目的啊，所以说好多人他听不懂，是不是？这个是手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等着确定性更高的机会。这个机会什么时候出现呢？不知道，对吧？等着过2年、3年、5年以后。过去10几年，大家习惯啊加杠杆，透支未来收入啊，买房，拉高消费，经济呢也跟着地产的杠杆一路上行。现在呢潮水退去啊，大家主动去杠杆变成主流，不是大家不愿意花钱，不敢赚钱，而是悲惨的债务上限已经触顶，收入预期处于保守，所有人的首要目标从扩张增收变成守住现金流，抹平债务风险。这场全民化债不会是短期几个月就能结束，也就是这个持续时间会很长，等着吧。居民修复负债表需要漫长的周期，绝不是1年2年的事啊，弄得不好要一代人。所以消费、楼市、投资都会跟着整体放缓。突然大家就发现央行那边 M2 是越来越高，但是市场上没钱，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要有钱，一还债，二存银行，没了，对吧？其他的是极大压缩。那你这样干的话，市场上就是没钱。这个对个人来说啊，这叫理智，这是理智的选择，这是必须这么干。但是你要从国家角度来说，大家都这么干的话，从一个经济体角度来说，那就是灾难。但是那没办法，那你国家，对吧？你就得出政策，想什么办法让大家不再这么做，你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就是大家为什么从，对吧，牙缝里抠钱还债，然后也不去，对吧，存银行，然后也不去消费，更不愿意借钱消费，那为什么呢？你也把这原因找到，你把这原因给解决掉，哎，大家就可能，对吧，愿意去借债，愿意去花钱，不再去玩命的存银行。这玩意你靠号召是不行的啊，你必须要解决这些人的后顾之忧啊，他到底担忧什么，担心什么，把这解决掉。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也是个扯皮的事啊，关于房地产的。这个封面新闻呢，8月13号刊登一个事情，说的是啊，这就是有人专门制造噪音，但你的邻居或者但你这一栋楼里面有人制造噪音怎么办？它的标题叫住宅噪音取证无门引关注，听得见却找不到，找到了却罚不了。你说这才叫，对吧？没脾气啊！说据媒体报道，2020年4月，一辆跑车在成都深夜炸街，交警迅速挡获，对驾驶人处以行政拘留9日，并罚款700元。6月以来，成都交警密集通报10起飙车炸街的扰民案，违法驾驶人无一例外被处以5日至9日的行政拘留。说记者注意到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取证容易，路面监控拍下车辆轨迹，群众举报锁定时间地点，民警现场破，当事人当场承认，证据链很快闭环。但关上家门，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成都市市民蒋女士住在17楼，曾被一阵持续的空调外机噪音折磨了整整1周，声音特别大，还有轻微震动。我们那栋楼是 L 型的，噪音反射到墙上，根本分不清是哪家发出来的。8月12日，他告诉封面新闻记者，于是他和几户邻居开始了一场人肉排查，晚上挨家挨户敲门，跑到别人家厨房阳台去听空调外机的声音。后来我忽然看到我们楼上有一家出租房，他们家空调是放到阳台外头的，当时他空调压缩机刚好没响，我们刚站那儿，正好他突然又响起来了，声音特别大，就是他。
生源在20楼，蒋女士住17楼，垂直隔了3层。找到源头后啊，对方维修了空调外机，问题解决，全程没有报警，没有测分贝。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正式施行已满半年。这条被称为社会生活噪音维权最强法条的规定，将噪音扰民惩戒上限从500元罚款提升至10日拘留。但在执法端却出现难题。以成都为例，近年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公开统计中，占投诉总量70%以上的住宅邻里社区生活类噪音，公开渠道中却难觅适用于第88条处罚的实例。一面是高频居民投诉，一面是执法难，住宅噪音取证究竟难在哪里？这个有个专业人士啊，叫朱林，他告诉记者啊，在新法实施后，接到的咨询量明显上升，很多人抱着新法能解决问题的期待来的，但我接触的案例里，真正通过新法解决问题的估计只有10%。朱林啊，把住宅噪音取证困境总结为3道门槛。第一道门槛就是手机录不到低频，普通家庭一般只有手机录音，但手机对100赫兹以下的声音收录效果很差。那比如说啊，你拖椅子啊，重物落地啊，这个常见的噪音啊，这个都是100赫兹以下的。那你拿手机录呢，那录也听不清，效果非常差，就这叫取证难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检验检测机构上门检测，这也很难。为什么难呢？也有人就说了，那找个专业机构来测呗。问题是专业机构它现在还没有一个叫什么噪音源、声源定位，它可以测你们家啊噪音多大，但是它测不出来这个噪音在哪儿，定位定在哪儿，对吧？是你的邻居还是你楼上的邻居，还是你楼上的楼上，它测不到，它没法定位，就这意思。那没法定位，那你说哪家的呢？第三个门槛啊，就是没有超标的超标。他说即便锁定了声源，还有最后一道坎，邻里之间的声音、家庭噪音多少分贝算超标，对吧？这个法律也没标准。3道门叠加，形成了一个无奈的循环。居民自己录的证据不认，机构测不了声源，测出来也没有标准可以对照。这个实际上反映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啊，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事。你要买房，然后那个，对吧？如果你运气好，左邻右舍，对吧，都是高素质的人，那你算碰着了啊。但是如果对吧，有那么一个人素质不高的，那你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这挺难办的，对吧？你报警吧也解决不了问题，找物业也不行，你自己查吧也查不到。所以像这个啊，都对买房不利。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如果你租的房子这样噪音大，那不行，我忍1个月我就搬走了，对不对？爱大不大，是这样子吧？但是你买的房子你就不太好搬走了，你搬走，你把你的房子卖掉，或者出租也不好租啊，人家住了之后就这个有噪音，对吧？人家就要搬走。所以说啊，像这个对买房来说都是风险啊，所以你买房的时候啊，还真的考虑这一方面。如果你那个房子是城中村拆迁什么之类的啊，回迁房，那你恐怕里面事情就挺多的。但是如果你那房子是个稍微高档一点的小区，那个房价稍微贵一点的啊，那这种事情呢，恐怕就少一点。我以前我买的第一套房就是啊，那遇到隔壁那邻居他就养狗他就把狗放楼道里面，那狗然后就天天跑到我们家垫子上尿尿。后来我就去他们家是吧，我把垫子放他们家啊，你看着办吧。他把垫子洗了，完了之后把狗再也不放了。他如果再放狗，那我就想办法，对吧？我让狗中毒。还有邻居啊，把那个一些很多那个楼房是吧？那不是一门对着门的呗，或者是门挨着门的吧？就是他非要把他的鞋呀乱七八糟的摆在门外面，对吧？搞个鞋柜，一堆鞋堆在那儿，这都是常见的是吧？那你说怎么弄啊？没办法，你跟他讲也讲不到理，最后只能认倒霉。所以你买房啊，这玩意儿就得碰，对吧？如果你命好，你的左邻右舍啊，上下的邻居都是这种高素质的、讲道理的，那挺好。你对吧？这往往我们碰不到，我们经常碰到的都是那些不讲道理。有人啊，
但是被噪音搞得不行，他也查不到，那怎么办呢？反正我好不了，你们也别好。然后就买那个什么叫震楼器，是不是？哎，它定时定点，它震，所有人都过不好，过不好大家想办法，也有这么干的啊。但是你看这个，你因为你自己对吧？这种报复啊，也不可取，除非说你已经找到了这个冤有头债有主，是吧？你已经找到这个人，但是他就是你去找他也没用，人家就是要制造噪音，你报警了也没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对吧？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